再来看这中华县文化局是连续3档来办台语故事列车的系列活动，9月到11月，伫中华国乡镇的图书馆会有52场的讲故事活动。另外，嘛有安排者讲故事志工的这个培训，除了让囡仔人会当有接触台语的环境，嘛培育台语推广的人员。 大家分组练习讲故事，为时间、地点、啥物代志，就去分析故事的重点。为着推广台语，中华县文化局委托民间团体举办台语讲故事志工的培训讲座，请有戏剧经验的台语工作者来训练民众的声线甲表达的技巧。讲故事哪像咧表演共款，爱运用你的声线去表现这个故事，啊，佮有肢体啊，啊，佮有你的凡是传一寡假诗来帮助，就是互这个囡仔是讲是大人听故事的人，会感觉足精彩。 来参加的学员有的人是老师，嘛有伫社区关怀据点服务的民众，佮有对台语真有兴趣的学生囡仔。教课黄旭成老师指出，讲故事是一个介趣味佮柔软的方式，毋来当互囡仔人轻松接触母语，嘛会当透过讲故事训练台语的表达，加强甲时段沟通。我的工课是甲迄个长辈有关系，所以我感觉来参加这种台语的训练，会用增加家己的含长辈、含囡仔的活动设计。 伫咧学校的时，甲同学讲台语，其实因拢听无嘛，袂晓讲，所以我感觉这件代志真重要。 中华县文化局表示，今年是第3年举办台语讲故事志工的培训计划，当年报名的人拢真踊跃。在月23进前，也会伫中华国乡镇的图书馆办台语讲故事的巡回活动。文化局就望透过讲故事，互民众对台语有兴趣，想要学讲故事的人嘛，因为有舞台，会阁增进台语的表达能力，互台语的推广愈做愈好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